对外口来的呢，就是所有的问题大概拢是对内部开始产生。这互咱一个真大的提醒。虽然教会踮伫这个世界内面，咱努力宣告、努力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总是定定所拄着的挑战，毋是对外面来的，是踮伫内部。踮伫内部，咱有济开人的需要；踮伫内部有济人性命的问题。至到讲，人甲人中间有济冲突，教会开始发生济问题。所以要担任这间教会的牧师，毋是啥物好事啊！保罗想尽一切办法，想要来牧养这间教会，所以伊才会写哥林多前书嘛。伊才会写哥林多前书，为着要处理教会内面一个搁一个无共款的问题。但是咱想看觅，就算讲安尼写了，会解决袂？当然问题袂解决啊！问题袂解决。问题袂解决。如果你是一个牧养这间教会的人，看到讲，我都已经甲恁教遮尔济事啊，阁袂解决，伊安怎？绝对足生气的对吧？绝对阁足生气的。所以踮伫哥林多前书了后，其实伊阁写一封书信，无收伫咱圣经内面。伊阁写另外一封书信送互哥林多教会，都是一封足生气、阁足严格。一封书信送到伫哥林多城内面，咱就想看觅，这个拄着啥问题？冲突可能会愈来愈大，但是嘛，真感谢主的恩典。踮伫迄封书信了后，敢若局势有慢慢咧改变，敢若有慢慢咧改变。虽然教会内面犹原有济无共款的声音，对保罗有济无共款的质疑，但是看起来问题有渐渐的改善。大到伫哥林多后书，伊后摆阁继续写哥林多后书。咱若是认真看哥林多后书，咱就会阁发现讲，这阁是一封感觉无啥共款的书信哦。甲哥林多前书，伊一直咧处理问题比起来。哥林多后书踮伫保罗的书信内面，是一封真少看到伊讲家己的书信，就是伊一直咧面对伊家己所拄着生命中间的挑战，伊所拄着人生的挑战。所以有人会讲，哥林多后书是一封宣教师家己人生生活的操练，伊咧表达伊家己所拄着有济无共款的冲突，有济心内底真歹解决的部分，所以伊才会讲到着讲，我是软弱，但是我夸口我的软弱是为着爱学习我靠上帝。所以踮伫哥林多后书内面，咱会看到这是一个人生操练的课题。来到伫今仔日，咱所读第8章，踮伫第8章内面。保罗邀请哥林多人上一项书，这项书是奉献。来到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，伊要邀请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思考，到底奉献是啥物？特别这个议题是邀请哥林多教会为着耶路撒冷济送香的人爱奉献。咱会记哩，我头拄仔讲的哦。有当时咱咧讨论奉献的时阵，是咧讨论讲，我应该爱安怎献，我应该爱献偌济。但是若是照我头拄仔所讲的，这是一封宣教师个人人生的操练，以及伊对信仰的反省所发出的邀请。若是安尼来看，保罗想要爱每一个人所想的议题是，奉献是人甲上帝的关系。奉献就是人到底如何甲上帝建立关系的一项功课。所以这是保罗邀请哥林多教会做伙想的问题。伊特别讲，哥林多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这个行动吼，1年进前恁就要开始啊！但是咱会当想到，就是发生啥物代志，所以因才袂继续落去。当然，就是因为。因甲保罗中间所发生的关系，至到这个奉献的行动，就大家人对保罗无欢喜，
所以想到讲啊，袂现啊，咱定定有拄着类似的状况无？对一个人无欢喜，还是对一个工作无欢喜，啊，我歪现啊！这就是踮伫哥林多教会伊真现实所拄着的问题，因为保罗真严格咧教导遮的兄弟姊妹爱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，所以伊将问题点出来，然后佫温群咧教导因地教讲教会兄弟姊妹无欢喜，啊无欢喜到。啊！你顶摆讲吼，为着耶路撒冷的教会奉献，献主是归去，莫做啊，莫阁继续献落去啊。所以透过一封搁一封的书信，来到哥林多后书的时阵，保罗也特别提到讲，照着咱现在渐渐咧恢复关系的时阵，伊望讲，这个奉献的行动会当继续。来付出，继续延续落去，因为伊特别强调，奉献这项事，毋是物质，毋是财富分配的问题，奉献本身就是生命的问题。当人的生命建立甲上帝、甲土地、甲人产生了有化力、有拄着冲突的时阵，自然而然，人就会失去。互别人的亏难，咱会记得这项事无？当人的生命建立因为罪的缘故，致到咱甲上帝出现冲突，甲人中间的关系无好，人甲即块土地的关系无好，真自然，咱就失去互别人的亏难，咱就会成做一个一直咧收，敢若想要收别人互咱的物件，然后掠掉这一切。无想要互人，无想要付出，这个奉献的功课，毋单点伫金钱内面，包括咱的时间，包括咱一切工作，包括咱的价值观，包括点伫教会中间的服侍，伊拢会转到咱到底如何看待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奉献这项事，真直接咧挑战。咱每一个人到底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？咱真要义的拢是看别人安怎看我，但是咱少少问一个问题是：咱敢真正认真注重上帝怎样看待我家己？这就是保罗点伫这个书信背后，伊一直想要甲兄弟姊妹讲的问题。咱踮伫教会内面，咱拢足关心人甲人的问题，咱拢足关心讲别人到底安怎看我。但是，当这个愈要紧讲别人安怎看家己的时阵，你就会一直想要保全家己，为了家己好来做一个选择。伫遮的选择看起来拢对，但是咱袂记哩上界重要的是，上帝到底如何看待我家己呢？这是保罗一直咧强调的问题，所以同款，这个问题毋单点伫哥林多教会，你看现在的教会、现在的社会，咱犹原拄着类似的状况。咱活伫一个愈来愈个人化的时代，活伫一个愈来愈追求个人利益的社会中间，所以奉献成做一个真歹讨论的议题，因为逐个人。为了要互家己得到更较侪的保障，所想要掌握的物件，就会愈来愈侪。咱会袂记哩讲，每一个人其实拢拥有慷慨的气力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活了足慷慨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学习如何去款待别人。咱袂记哩爱互人，咱是一直收，一直收。收了后，就藏伫家己的落地啊！因为愈来愈个人化，愈来愈关心讲我即马若是拢互人，我到底要安怎向前行？所以咱会失去迄个互人的气力。咱会开出一个气力咧讨论讲，安尼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？却袂记哩讲，咱应该爱有一个实际的行动，就是其实踮伫信仰内面一直咧讨论，也是保罗踮伫遮一直咧对咱讲的。都是迄个付出的气力，
一个款待别人的气力，一个奉献的气力。这个问题背后一直咧问的是，到底咱望要看见一个什么款的世界？咱期待透过咱会当带来一个什么款更较美好的世界吗？这社会学家相信一项事，就算讲踮伫这个互网络将每一个人愈来愈个人化的时代，因拢相信人的心内底有缘较无会当去帮衬别人。这社会学家相信这项事，以及因提出一个观念，就是只要有一个慷慨的行动开始发生，因相信讲这个慷慨的行动会去影响你身躯边的人，就是愈来愈缩小，愈来愈绑伫家己的手内底的时阵，咱就发现讲这个社会就袂振动啊，这个社会就袂振动啊。因相信讲，只要有一个付出的行动，只要有一个互人的行动开始，这个行动就会探到伫咱身躯边每一个所在，这才有机会带来整个世界以及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。美国的 TED 因做一个实验，因做一个真有意思的实验。因讲吼，因邀请对7个国家邀请200个人来接受这个试验。这200个人吼，每一个人拢会收到30万块，每一个人拢会收到30万块，随便因要安怎使用拢袂要紧。大家人拢会收到这个钱，但是吼，因分2组，一组人你需要交代讲你安怎使用这个钱，另外一组，你安怎使用，恁要回答，就是照恁所想的去做，但是拢讲好啊，大家人都是会当自由去使用这30万是美金哦，会当去使用这30万美金的钱。开始过一段时间了后，这些人转来，因发现讲结果敢有差别？因发现讲其实结果无啥物差别咧。就算讲收一大笔钱，大多数的人吼上济，敢若1/3会用伫家己的身上，其他2/3拢安怎？因毋是去帮衬家己的亲朋好友，就是去帮衬济社会福利机构需要资源的所在。所以，这个科学家转来看这个实验的时阵，感觉真有意思。因发现讲，原来踮伫每一个人的心内底，其实拢较无想要去互人。虽然摕到一大笔钱，应该若是下伫家己的落地仔内面看起来应该袂歹，但是无想到讲，所有的人其实大多数拢共款，因愿意去付出互身躯边的人。有的人因安尼讲，当我学习慷慨咧付出的时阵，我感觉家己互人看到，我感觉我家己会当互人看到。透过我这个行动，我期待别人嘛会当互人看到，都亲像我共款。所以当因咧讲这个话的时阵，伊阁一摆提醒咱，这个付出、阁收取、付出这个行动是一个生命的议题，是每一个人其实拢较无互别人所看到。咱的付出会记哩，咱每一个付出嘛会当互咱身躯边的人失去别人看到伊的人，或者个人重新阁得到看见。当人得到这个气力的时阵，咱就愿意继续去互别人。所以，愈奉献、愈付出、愈慷慨、愈去款待，就愈会互人感受到稳定是偌尔啊宝贝，以及家己所领受的到底有偌尔啊丰富。颠倒变，如果咱一直停留踮伫收取，拢无愿意去互人的时阵，咱就会陷到踮伫一个双向的处境中间。一直想要追求物件，但是咱永远踮伫一个双向的循环内面，
这就是保罗甲哥林多教会，伊期待教会会当看到的，就是遮尔济的问题是因为啥物？遮尔济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大家人干那看家己，无愿意互别人。只要所有的人当家己收伫家己的落地仔内面，无愿意去互别人的时阵，咱就会一直去争，一直去争这有限的资源，这有限的物件，空间无够，金钱无够，土地无够，咱就一直去争这的物件。啊，愈争就愈安怎？愈争就互咱愈感觉我是一个双向的人。所以对这个受处的过程，你就会发现讲，保罗看见整个哥林多教会所拄着的议题是一个性命的课题。这个性命的课题，伊一直咧挑战咱需要耶稣基督啊！因为唯一会当拍开咱的眼光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。通过耶稣基督帮助咱，照着恩典会当好好，嘛照着恩典，咱会当去互别人，互所有的人、所有的教会，拢因为一个慷慨的行动来见证，咱的主真正是丰富的。所以踮伫这段圣经节是哪亲像保罗甲哥林多人的一段对话。哥林多人咧听保罗讲这话的时阵，因一定会讲。啊，到底吼，捐献予耶路撒冷教会这件事，啊，是甲阮有啥物地带？哥林多人会问这个问题。啊，当问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保罗会安怎解？看第7节。当因咧问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保罗就会转来第7节来回应啊。因为啥物？恁的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帮助人的热情，以及对阮的疼心，拢遐尼啊丰富。阮爱恁对这项慈善的工作，嘛着遐尼慷慨。所以当哥林多人咧问的时阵，到底捐献甲阮啥物关系的时阵，保罗会用这段经文来回答这项事。讲了，哥林多人会继续阁问：啊，阮敢有讲，阮一定爱参与？阮敢有讲过，阮要参与这项事咧？第10又讲安怎讲？歹势，对啥物时阵就开始啊？恁对一年进前，恁就开始咧做一件事。恁毋那是头先有这个行动的，啊，也是上开始实际咧付出的啊。所以你就看到一个问题走出来，保罗就用安尼，佮继续回答。啊，教会佮继续问，啊，所以若是照安尼来看，阮应该爱奉献偌济？你知啊？啊，阮教会嘛无比别人搁较好吧？这个安怎回答？12节搁继续讲啊，12节讲啥物？恁若欢喜捐献，上帝会欢喜接纳恁献恁所有的，袂要求恁献恁所无的。当咱一直咧要紧讲，我应该爱献偌济的时阵，保罗安尼回答：上帝是接纳咱献咱所有的，毋是要求讲献咱所无的。保罗知影，恁是拥有的人。听了这个话，教会可能会阁问：安尼敢真正公平？安尼敢有真正公平吗？13节到14节，伊阁安怎回答？我毋是要加添恁的负担，互别人较轻松。既然恁现在富足，就爱供给互散车的人，安尼恁散车因好业的事，因嘛会供给恁，安尼才有公平。所以保罗所看到的一个世界，是一个彼此付出、彼此交流的。现主是我有，所以我愿意去互人。这个互人的行动会影响到伫咱身躯边每一个人，当伊所拥有的时阵，伊嘛会阁继续来彼此分享。最后，哥林多人会阁继续问：安尼到底为什么一定爱奉献啊？伊的答案，保罗的答案踮伫第9节。保罗的答案会踮伫第9节，伊安怎讲？第9节伊讲：恁已经知，咱的主耶稣基督恩典，伊本来是啥物？本来是富足，为着恁，
诚做善车，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，诚做富足。保罗清楚讲一项事啊，咱拢是丰富的人，为虾米？因为耶稣基督为着咱诚做善车，互咱诚做丰富。啊，所以这个回应上帝的行动，也是当咱会当互人的时阵，咱慷慨的行动会带来耶稣基督的疼，真实显现踮伫这个世界中间。所以读哥林多后书，这是一段保罗灵性的对话甲启示。保罗邀请咱，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。耶稣基督的恩典到底是啥物？愈束缚踮伫家己的眼光内面，咱就愈无法度行出去。特别咧讨论宣教的时阵，宣教学家咧讲的，就是教会一定爱愿意踏出家己看会到的围墙，也是看袂到的围墙。愿意踏出去的时阵，咱才有机会重新看见什么是教会的本质。到底教会的本质是啥物？是一个不断咧震动的。教会毋是敢若现在咱坐伫遮那尔，咱是一直咧行动，透过互人的行动，咱学习看见侪新的事。前几日，咱踮伫对面有一个青鸟宴的大办桌，有侪人来到伫遮做伙食饭。我嘛踮伫即个过程中间，甲主办者的少年人对话，咧观看到底上帝踮伫即个事件中间，伊所要带啥物？真有意思。一开始会想要办桌，只不过是一群少年人想要招食饭那尔。一群少年人想要招食饭，啊，因为遮个少年人参与踮伫社会运动的过程中间，其实逐个人拢小可忝。啊，逐个人小可忝了后，想要有一个自餐的时间，啊，所以就逐个人讲要招食饭，啊，就有人讲，听讲阿勇西最好食，听讲真正事实上真好食，啊，逐个人就想讲，安尼来招人食阿勇西看卖，啊，但是阿勇西出门来办桌有金额的限制，金额无俗吼，金额无俗，上介俗就是一道爱12000。然后人数爱有够济，啊，所以因就想讲，安尼敢会当来招人做伙来食饭桌。总会知影即件事，因为踮伫济南教会的时阵，总会甲济遮个公民团体、社会团体有拢有济活动。其实总会期待一件事，就是教会会当甲遮个公民团体、学生团体有一寡连结，因为这都是咱会当分享福音的人，这个人都是咱会当分享的对象。所以其实总会期待讲，教会会当甲遮个团体建立关系，啊，做伙会当为着台湾来拍拼。所以总会真支持这个活动嘛，互因会当来到伫咱的教会，踮伫遮咧办这个活动。迄天咱最后是39桌，啊，一开始吼，老实讲，敢若讲要开20桌尔。啊，敢若讲要开20桌，就是遮个少年人讲因家己要自餐，无想到上网络了后，无半工20桌已经全满。我看我接到因的消息，我嘛一直咧问这个问题，奇怪，一个人收1450是一个，你凊彩现主是就愿意摕出来的数字吗？那会逐个人拢遮有钱？啊，真紧20桌就满，遮个青年过来找我讲，牧师，咱的场所到底会当开偌济桌？我讲吼，搁10桌啦，因为嘛是爱留一寡，若是教会有人想要参与，会当互教会的人来，搁开10桌。到迄暗8点，搁开10桌，搁开10桌，结果20分钟100个人就满，敢若20分钟100个人就满，然后网络顶面规台湾拢一直咧讲，我即摆会当食到即顿饭是偌尔啊稀罕的代志吼。
所以迄天39道徛踮伫遐，我带大家做伙祈祷。我问所有来到伫遮的青年人，你头一摆来教会人，请你举手。迄天至少超过7、8成的人，是因人生中间第一摆行入来教会内面。咱踮伫遐带因祈祷，咱也踮伫遐吟诗歌，鼓励因讲，生命中间最好的朋友是耶稣。教会期待，无论恁踮伫工作、踮伫社会运动、踮伫济事咧无用的时阵，教会永远是一个，互每一个人灵性踮伫遮得到安息的空间。嘛，踮伫整个的过程中间，我发现济水的事一直咧发生。因为广告做了伤大，阿勇师讲，我到这我一定爱家己爱加码，所以菜爱变较好咧。啊，毋若安尼，阿勇师佫讲，啊，我佫去找我的朋友，我佫去找我的朋友，伊咧开冰淇淋工厂的，天气遐大，我招伊来。所以，迄个冰淇淋工厂的头家，我看伊带足侪工作人员，啊，我嘛毋知伊到底炸偌济冰淇淋，自头到尾大概拢无断，完全免费，互逐个人食。家己主动参与踮伫这中间，以及有足侪人摕茶包、咖啡包，佮有健身教练课，逐个人愿意提出因有的，佮有燕窝，物件开始一个一个走出来，咱发现讲，台湾社会真正的动力点伫啥物所在？台湾社会真正的动力在伫，当有一个人愿意慷慨的付出的时阵，会真正去影响身躯边的人，做伙参与入来。我体会这是真正。照我来看，这项事是上大的真正。当一个人愿意慷慨付出的时阵，身躯边的人会一个搁一个加入起来。若是每一个人拢缩伫家己的内面，咱就永远看袂遮个事会发生。所以我甲迄个冰淇淋工厂的头家讲吼，伊讲听讲伊今年咧起迄个冰淇淋博物馆，年底会起好。我讲为着安尼吼，咱明年团客若是要去出门吼，爱来去因遐食冰淇淋。都通过安尼建立一个美好的循环。教会其实扮演是这个角色啊，通过付出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循环，照着款待的人，照着奉献，无论是场所、是气力、是金钱、是咱的运势、是咱的时间，互济事不断点伫遮会当发生。咱就会发现讲，原来恩典是偌尔啊富足，恩典的富足永远超越过咱的想象。嘛，通过安尼，咱甲济青年人建立关系。我毋知影有一日因为入来到伫教会无，这我毋知。但是至少点伫即个时间点，每一个人会分享讲，因对教会有真正面的一个影响，因感觉教会是一个真充满疼的所在，互人呢真正比摕搁较有福气。当阮愿意打出去的时阵，咱就愈清楚知影上帝恩典点伫啥物所在。最后主办的青年甲我讲算笑一项事，伊讲无需要，你知影为虾米咱请会着阿勇师无？因为迄天踮伫农民里顶管是大凶，因为大凶，所以伊绝对无去其他的所在办道，所以敢若会当接教会这摊。其实伊咧分享的是，这是上帝所安排的。敢若短2礼拜中间，咱讲想要招食饭。阿勇师若是要订到，迄是无1个月进前无可能订有的。踮伫2礼拜中间，
敢若规个人想要食饭，无想到讲愈少愈少，愈侪人愈来愈侪，将来毋捌入教会的人会当来到伫遮。将来毋捌来到伫教会的人会当自执来到伫教会中间，享受咱所款待的宴席。办道其实是一个真奥妙的事。踮伫台湾，咱定定有办道的机会，所以通过办道，人甲人中间建立关系。踮伫迄个圆道啊中间，人甲人是有关系，甲毋捌的人嘛会当建立搁较深的关系。教会参与踮伫宣教的工作中间，就是分享咱所拥有的。当咱愈知影如何去帮助人，咱就愈会当领受祝福。愈知影原来耶稣基督的丰富已经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真正是有福气的人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收取甲好人，有一份祝福对顶悬来到伫下面，对倒边到正边。收取的人何等欢喜，何等兴奋！富足的诚做送香，送香的诚做富足。听会流动，心会运转，拢是稳定，拢是幸福。收取甲互人领受稳妥的记号，献上家己的邀请。加收的无剩，少收的无有欠。踮伫这一段，全然正信。咱拢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。咱领受了后，耶稣也邀请咱大家献上咱家己吧。当咱愿意献上家己的时阵，咱就发现咱的生命是真实的丰富，袂有任何的欠缺。也通过咱一点仔付出的行动、慷慨款待的行动，咱会影响咱身躯边的人。当咱做伙付出的时阵，这个世界会更较美好，这个社会会继续搁向前行。人甲人、人甲上帝、人甲土地关系会真实得到好好。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来成做咱的回应。咱同齐来吟这首回应的诗歌，376首。聪明的人多学习，好也通多记载。人为多因在灵，有人因那可塞，但也爱多人宝贝，来去苦难滚弄，大难无君无可惜。但着这有健康，一份祝福对顶高的，对倒边到这边，接受的人可顶欢喜，兴奋感谢阮情。有足的正做送香，送香的正富足，听得流动心温酸，拢是稳定幸福。无论接纳光献。领受阮痛记号，献上家己的邀请，接受的无有存，接受。
世大龙正心，主欢喜正难安风气，帮赞人的热心，唐经生活的所罪，大行苦喜欢喜，无论几来好好你，到袂天堂的心，这个你每真宝贝，唐经苦难君王，也过千分无所望，今仔经济健康。同心来祈祷，主感谢你，因为你本是富足，为着阮真做送香，互阮每一个送香的人真做富足。当阮拢拥有会当分享的力量，阮会当活出一个慷慨款待的人生，因为阮确信，通过阮一点仔的付出，阮会当影响阮身躯边的人，互每一个心灵忧伤、软弱、困苦的人，踮伫你的厅内面得到拯救。愿透过阮所献，来影响这个社会，影响这个世界，互阮通看见你的美善。愿主施恩踮伫阮，互阮的一生拢完全献互你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咱用感谢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分享甲报告。
头前咱圣经学堂的进度，即礼拜拜三咱会读到《历史书记》第6章25节到40节，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。再来第一项报告，澳洲是部会州吼，所以嘛，请咱会当做各部来调集开会，咱会踮伫7月14的第2堂礼拜后来召开中集会，所以嘛，请咱会当来注意遮个时间。再来第2项。咱教会的手经团要受到邀请吼，咱踮伫即礼拜拜5到应该是7月初5到7月初7后主日，咱会到伫南西教会踮伫遐服侍来服侍踮伫南西遐的小朋友，所以嘛，请咱为着即项事关心甲代祷，所以我嘛要邀请有要出去的遮个团员来到伫头前，咱有一段时间，咱共同为着因祈祷甲祝福吼。因是逐工拢透早队，要逐工开车去，搁逐工开车转来，所以嘛踮伫祈祷中间有老师有囡仔，因要做伙出门踮伫遐服侍，所以邀请踮伫。即礼拜中间对拜5到后主日，因为踮伫南西教会服侍，也诚做南西教会的祝福，所以邀请咱大家咱做伙开喙，为着因要出外遮个服侍，同齐来祈祷，请咱同齐来开喙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你将福音的使命放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，互阮踮伫向前跑走的过程，哪看见丰富的上帝必然供应阮每一个欠缺的人。主，当阮知影南西教会的需要，你也通过南西教会牧师牧师娘的邀请。互阮的手经团会当来到伫遐，也诚做南西地区遮小朋友的祝福。愿主你的恩典祝福阮遮所要出外服侍的团员，互因踮伫几工的甲因应对的过程，真正将你的疼分享到伫每一位参加的小朋友，也特别祝福因，互因每一日咧交通来往的时阵，主你保守，互一切拢通得到平安。主，阮看见上帝，你将这使命放伫阮中间，愿主你继续开阔阮教会的境界，互阮通诚做人的祝福。愿主使阮踮伫这所要出去服侍每一位团员，心灵拢得到勇健，也会当见证上帝你的恩光。愿将因仰望交托踮伫你的手，愿主扶持，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咱拍鼓啊，来鼓励因。好，过来第3项的报告吼。教育部甲妇女团契有一个讲座，踮伫7月13的迄个拜6上午9点到11点有一个银发族应知的法律常识讲座吼。咱会邀请邱佩恩律师来到伫咱中间，所以既然有愿意参与的兄弟姊妹，会当做伙来参加。咱的地点就踮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。过来第4项，咱7月14到7月21两个主日，咱有迄个过季的检查吼，所以嘛请咱各团契会当来备办好遮个财务的部分，互咱的检销人员来处理吼。过来。咱会踮伫8月初4第1堂主日礼拜中间举行洗礼健身礼，所以若是你抑阁有想要报名成人洗礼健身礼信仰个别报名的人，欢迎你会当赶紧踮伫本主日吼，会当赶紧来到你办公室这边来报名。有要接受小儿洗礼嘛，会当趁这个机会会当赶紧来报名。好，我就做以上遮个报告，咱会当踮伫礼拜后咱继续交期。
咱做伙来读本周的经句，伫哥林多后书8章9节。我大先来读一摆，然后咱再做伙读2解。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虽然富足，毋过为着恁真做善策，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策真做富足。哥林多后书8章9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虽然富足，毋过为着咱真做善策，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策真做富足。哥林多后书9章9节，搁一解。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富足，搁为着恁的真做善策，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策真做富足。哥林多后书8章9节，咱三角用来唱祝福差遣的诗。圣诗第402首，恳求你引带我脚步。吟诗结束后，请牧师祝祷。恳求主你紧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甘家己来行。恳求你甲我大过护航，假使我坚轻欠伊是正，暂我大志遵守你诫命，予我伫黑暗中最光明，对水银纸是袂当。这是我真心白真望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